没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不为难自己与别人沟通，能吃就吃，能睡就睡，不断学习和自己好好相处，无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无为难家己甲别人沟通，会则起则会困去困。不得还是甲家己好好啊斗阵，闲暇出去看看旅游，没目标的漫步走走，若没闲事挂在心头，如身在天堂幸福长久。有闲就去佚佗望看，无目标到处世界望行。若无用事挂伫心肝头，就是天堂简单的幸福。